即个请咱同心来祈祷。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阮上帝，你是真我的上帝，阮透早拢要找你，因为阮知，阮是软弱的，凡是土所做的一切苦，时常拢会得罪着你，无听你的教示，求你帮助阮，求你搁再一摆用油锅的保惠来擦净阮一切污秽的罪罪恶，互阮会当堪得徛伫遮来称做你的家己，爸阮的上帝。阮每一个人会来到伫你的面前的时阵，阮急着阮每一人的心内，要济济爱向你恳求的声。阮来到伫你的面前，阮就真爱中伫你的面，伫遐感觉你甲阮同在，你是阮的主。阮是你透着的油，求你继续来引导阮。阮伫即个时阵，阮也少念阮当时的兄弟姊妹中间，急着有个人身躯病痛，心神软弱的，求你医治，求你看顾，求你安慰因。阮将一切。搁再一摆交代伫你，阮知有你牵阮行伫世间的路站，阮通安稳自在，毋免惊。阮即个时阵也要听受你的教示，求你亲身踮伫阮中间，亲身来教示阮，互阮伫遮体验着你。伫遮听起你的话，互讲的、参听的，共一时阵拢得着勉励。阮安尼祈祷袂堪切，拢靠无罪主的名来求。阿门。伫头拄仔所读圣经章的内面，伫遐所记载。耶和华伫良人的时阵，行游伫园中，伫遐，伫遐伊出声伫叫迄人，就是伫叫阿公同阿娃，你伫倒位？你伫什么所在？即句话。咱三个来想，咱的主时常有缘共一样，伫遐伫叫世间每一个人伫遐伫问，你伫倒？我相信阿公参夏娃，伊也袂违背耶和华所吩咐。的话去食迄个果子进前，伊若听见耶和华的声，伊一定真有欢喜，伫遐走出来讲：我伫遮，我伫遮。但是因有犯罪，因为个无照耶和华所爱的。吩咐叫因园中去种树，你毋通叫着风，你毋通叫着车，因伫遐违纪，即个伫咱圣经内面，伫咱信仰内面，咱讲做就是无照上帝的教示，无照上帝的意思。无听上帝的吩咐去行的，拢总是罪。人真正软弱，咱
但是咱咧想讲到咱真正好，真正有智慧，咱咧想话拢都是对，别人咧想话拢是毋对。时常对人甲人中间的关系中间，伫遐生出真正济的误会，真人普通时常拢总是想讲我想会对，我看会对，其实伫圣经咱读内面也记载，咱是土本所造，是土所造的器具，是一个软弱的，所以有当时咱所看、所听、所摸到的，其实有当时是无拄是对。但是咱拢相信，咱所看、所摸到、所听到的拢是对。所以迄间伫心理学的内面，拢总有缘，拢总会甲读到，讲出人个智慧的入门。就是对看、对听、对摸，直接感觉对遐来得到智慧，来得到知识，但是这个拢总是无一定是完全，你唔通完全相信家己，也唔通完全相信别人讲的，逐项你拢总着爱去斟酌、去想过。伫今仔日，迄个我互咱，迄个看个两张的图，迄是对心理学的课本内底，迄个摕出来，迄个头一张图，你看，这个你看到什么？你看迄个图，你看到什么？土啊，敢是土啊，是牛啊？企鹅，有的人讲是看到企鹅，看到牛，迄个但是有的人看起来土到底是土较对，还是企鹅较对？所以咱有当时咱咧看物件的时阵，你有当时甲处处甲看嘛咧？是讲掠电脑面个看嘛咧？伫遐一个人在看，角度也无共款，无一定是看共款。所以咱这智慧，咱对目睭所输入的代志，无一定是完全是正确。什么叫做正确？这定义就真歹讲。所以有当时两个伫遐咧相对，这个大唔归，有缘是这一个，其实是讲的，拢都是，拢都是跟两个拢都是对，嘛是两个拢是唔对，但是跟迄个看到企鹅，是看到土你甲咱共治的时阵，看到两项拢共时阵，这伫你头壳内。我都无法度，所以是嘛是一项会得，迄个甲一项会看起来，输入伫你的头壳内。所以咱碰到代志在想的时阵，有当时我伊来讲安尼，咱就当作第一讲，无影啦，反对。其实人伊嘛是有伊的对点。人伊看到是企鹅，你看到是土无共款。搁第二张，你看到什么？你看到什么？牛，
伊看到美女，啊，为了就看到做老太婆、个巫婆，啊，到底是美女较对，还是巫婆较对？所以个一个图啊，伫迄内面，有的人发现讲哦，美女，啊，但是有的人讲，迄做老太婆，迄做亲像巫婆，啊，这也无怪。所以有当时，迄个两个伫遐，去看一项物件，啊，是咧想一项物件的时阵，时常嘛是拢都有即种的问题的存在。迄间香港当时，迄个两个青年人啊伫遐，我叫你遐都毋通去，迄个红绿灯都毋通去，迄内底是猫，迄内底是迄间魔鬼，啊！但是我吼，迄间无水的，啊！但是佮就讲，迄落都是魔鬼。所以讲你看起来到底是什么款？所以讲真正所以咱目睭输入，咱会甲判断到底什么是正确，什么是无正确。迄个经，迄个最近迄个嘛有一个人，伫迄间。就讲做，伊以前是跟拢读伫主幼班，但是迄间落到后来跟伊班内底，搁再到有个女性，坐伫个头前，所以跟伊讲做看到个小白腿，讲做变做落落到。迄落来跟放牛班，迄落当作人的目睭会影响到一个人，真正济的问题判断，所以咱人是软弱的，是土所做的器具，伫圣经内面有记载，耶和华上帝。叫迄个人，叫阿公同夏娃，原来会中迄丛树，你毋通去个摸，也毋通去个食。但是伊伫遐，本来无受蛇的引诱的时，蛇无出声，迄个声无迄个袂到伫伊的耳孔的时阵。伊伫遐拢袂做文就讲，迄上帝都叫我毋得去个摸，毋得去个食，拢自由自在，无问题。但是听见我讲，我笑话，到真正叫你讲，迄个园内底，迄个所有物件你毋通食，无啊。迄些药我是叫园内中迄丛，袂使个摸，袂使个食，尔着对伫声，因拢到伫伊是可想，够有影，搁再搁看，无共款。迄个时阵看，水阿家啦，真好食款，伫遐头壳一路转过无共款的看法，你直看伫遐转过无共款的看法，伫遐开始交疑，各种的代志会发生。所以跟咱世间人，咱真正软弱。上帝用土甲咱做，咱土所做的器具，咱软弱的，伫这无完全的人所得到
着会知识破断，时常拢总有错误。搁再伫遐互咱搁再学参，咱毋通时常上过强调家己的主观、家己的看法、家己的想法。亲像迄间即个图迄内底，我都看都跟老太婆，你哪会不都水查某囡仔？哪会查迄济？时常伫迄中间，拢总会真正这个问题。有当时迄间，我捌听，这对的负责人，这对的夫妻，因伫遐，佮做好，我若坐车的时阵，我拢总爱阮一个人坐头前，一个人坐后壁。是安怎？伊讲好诶，伊若坐伫头前哦，好意见是啥？意见有够济啦，你袂安尼？我都看到安尼都正确，拢都咧主张家己的看法较对，家己的想法较对，家己的看法较对，时常拢总即种拢真正济，拢有诶。上帝知影咱会软弱，但是上帝是天，所以耶和华上帝，伊伫遐忍耐，伊伫体谅你的时阵，伫遐，恁伫倒落，伫遐咧找人，上帝咧找人。所以咱伫圣经全本的内面，咱时常咧看，真着这拢是咧记录，就是伫遐，上帝怎样咧找人，上帝咧怎样叫人活倒转，上帝要清洁人，但是人伫遐拢要离开伊，毋敢个无爱就近伊，有的人。是惊，种种的特质，亲像跟跟旧约，跟以赛亚，迄内面，迄个记载，跟以赛亚，这先知，伊伫遐有缘后讲中。伫以赛亚第1章第20到第30页记载讲天就听地也就按耳空，因为耶和华讲，是你的囝儿栽培因大汉，因个人陪伴我，如捌伊的主人，如捌伊。主人的做总是以色列有捌，我的百姓袂晓受。伫遐有缘是伫遐，伫过去人时常袂捌，毋捌耶和华，毋捌上帝，其实毋是真正毋捌，伊伫遐伊惊吓，伊伫遐因为伊。有犯罪的因故，所以上帝伫逐世代拢总伫遐咧找人，所以伫无论是伫旧约，伊的遮个先知时常拢在讲话，伫遐咧教示，目的就是要互人伫遐，搁再认捌伊。归向伫伊，因为耶和华伊是听，所以上帝伫旧约是安尼描写，伫新约就是伫遐记载，叫做上帝将伊独生的囝主耶稣来降世，
世间啊，伫遐目的是要救人，伫遐嘛是要找人，啊找了互人活土转。所以伫今仔日，咱的主有丰盛的听，咱知啊，伊的教示啊，咱有在完全去听去受。我读我这段圣经在内面，我有搁再说一下，真古怪。啊，伫这圣经内面只有记载，啊是按照上帝所有物件你都通食，啊伊啊中间个正常啊从来甲正常。就是人间规矩，你唔得去个摸，唔得去个食，因为迄个是安怎会安尼？啊，你唔知捌想无？讲是安怎那个拢都通，啊，只有一个唔通。啊，这个为着这个，咱伫基督教内面。啊，伫遐游园，伫遐产生啊有济的想法。伫遐有个人讲，我做一个咱踮伫这世间，啊，逐项你在甲想，迄拢总有上帝会了你，啊，上帝在带咱行，一项，啊，拢总伫遐在应验，啊，伫遐在行。后桥天霜雪，逐项经有啊，互咱伫遐伫行，互咱经过，拄亲像逐项代志，拢天注定，毋是人的头。啊，亲像迄个我嘛是伫遐咧想，啊，真古怪。迄个我一世人吼，都拢无得想过我会出来外国遐尼久，无100年久2年。我再来这50年啊！啊，会甲伫我的家庭内底，伫善良，是跟着迄个等于跟着迄个善良人共款，因为阮老爸是食头路人，啊，所以是薪水的。啊，遐当时啊，古早薪水的是月金领来，差不多是买米食，安尼够着遮，所以拢都真欠真咯。啊，一个在咧读册，啊，我嘛毋捌想过做，我要出来留学，啊，要出来外国读册。啊，但是，逐项安来排甲安尼。迄天顶礼拜，迄天我伫遐跟伫什么人跟暗中路，啊，伫遐讲，我真心想，遐当时啊，咱迄跟。迄个差不多，迄个6000年，迄阵是伫东海大学，啊，伫遐看着纪念，啊，迄个时阵是拢中学生，啊，你讲台湾的 TKC 的团契，的干部，的夏令会，啊，伫遐做伙几日啊，熟悉几日啊。啊，佫经过不难，啊，佫伫台南，佫帮助，啊，你哪来伫遮？啊，这有当时咧看，足古怪。啊，佫再到后来，我佫走来伫加拿大时阵，啊，伫阮迄边，啊，伫咧等车的时阵，啊，讲了，啊，你哪来伫遮？哟，我来报道，要来伫。这省政府，啊，是当时我咱想拢无，逐项代志亲像上帝拢有上帝的安排。啊，若安尼，所以甲有人伫遐讲，果然上帝在听，逐项拢上帝在安排。啊，亲像甲保罗伊伫跟，甲伊讲，过做跟
比赛，迄在看。人伫世间做多亲像做一杯鱼，伫遮咧摆演。上帝在甲咱行鱼，你做什么？你创什么？你创什么？上帝甲咱摆。若是安尼，逐项代志拢上帝在甲咱摆，所以为人就讲，若安尼世间到一日失败的时阵，逐个人拢会当入去天堂。有啥阵安尼？你著甲我摆这个角色，你著甲我摆做歹人。你是上帝甲你摆做好人，所以你才是好人呢。我歹人，伊表演一个较神了，我是罪人。安尼上帝哪有讲过？你若讲逐项拢上帝排，拢都上帝拢都上帝的旨意。若安尼，将来逐个人拢无罪，因为你有罪的人，你就是表演较神，所以无加重就好啊，不我变做罪人。所以为人伫遐咧主张讲，将来拢不对，但是他我所查的圣经上来嘅记载，上帝原来的规矩，一早你唔得去好。这就是咧讲起，你有选择的机会，唔是完全拢上帝的旨意。你选择，你家己都要负责。你的行为，你选择，你家己都要负责。因为你选择，你要去阿帮，要去阿食，所以你是违背上帝的诫命，违背上帝的话，无听上帝的话，所以你是有罪。所以即内底，咱也会当看出，只要你讲上帝有缘，也无可能做成个机器人，完全拢讲照伊安尼行去行即个，安尼就一行行咧了，伊有哪互你有一个自由的选择的机会？所以咱就选择好，你就上得着上帝的祝福；选择歹，选择上帝无爱你做，你去做，你这就是犯罪。你这个我就赶出乐园，所以家己的行为拢总都爱家己负责。但是上帝伊会听，知咱满足的人，时常拢都会甲选择唔对，判断唔对，离开伊，所以伊也搁开一个稳定的门，伫遐去得着你到伫遐爱咱，伫遐发头多等，有先有先知，这是头家伫遐拢总伫遐咧替上帝咧出声，你伫倒落伫遐叫咱发多等，伫遐个就因主上帝要找伊的独生囝耶稣来世间，伊有缘伊咧找咱，你伫倒落无咩啊？你伫倒落，毋嘛咱伫遮会当听见上帝伫叫咱的名，也无咩人，你伫倒落，咱会当伫遐，我伫遮。我伫遮，迄天我会记得，迄天我迄个细汉的小弟，家己是细汉的时阵，家己在读国小的时阵，伫台湾考试是遮济，伊若是考试，迄个考了，等阮拢都知影伊咧考试，就考了。后转来好，去一条欢喜，好，
迄间感觉今仔日真正欢喜，啊种种，伊若是转来欢喜，足欢喜的。咱看，咱伊考了我捌，咱看了真赞，无问题。若伊若转来时，点点走去册房，伫咧，迄就是册房，安尼就知影，毋免甲问知影，伊今仔日吼绝对是，迄个绝对是甲成绩绝对是无好的，伊伫遐无迄个面，伊歹势，伊要惊人骂，所以伊也毋敢，迄间出来，毋敢伫遐走来你面前，甲你闹，在落。所以亲像安尼，上帝之地，两个时阵，就是你知道，迄个时阵，你毋知要用什么面来见伊，你听真欢喜，我伫遮找我，请我上去，别我的上帝，我感谢你。伫你的正人的内面，我知你时常拢在叫我世间每一个人，求你帮助我，勇壮我的脚步，互阮也勇壮向前来讨走时阵，拢会行伫你所欢喜的路，互阮真会当有欢喜的心，真爱就近你的心，互阮每一个人头前的路上，拢摆伫你的手，求你亲身来引带甲祝福，愿祈祷拢是靠无罪主的名来求，阿门。